琼华是只布偶猫，她并不知道她的家人被人类唤作猫中仙女、猫界白富美。她只知道在很冷的一天，自己被戴着口罩的主人遗弃了。1月20号凌晨，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，新增确诊病例323例。这一年冬春交替时特别冷，人类在忙着对付一个名叫新冠的病毒，这让很多宠物主人自乱了阵脚。幸运的是，琼华遇到了有爱的新主人，但新主人万万没有想到，琼华居然是带球来的。4只小猫，这波礼物送得让人措手不及。1个半月后，这群小布偶猫终于不再是复制粘贴的白色毛团了，它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色彩和花纹，辨认起来就方便多了。雷神和闪电是活力满满的小猫咪，它们26颗乳牙已经配备完毕，没被剪过的爪子也锃亮如新，用来竞技那是再好不过了。热身结束，男子组1公斤级散打比赛现在开始。比赛怎么能少得了围观群众呢？像这位吃兔妹妹，永远是2位哥哥的忠实观众。也有人一点都不爱凑热闹，比如这位成天睡觉的忘机弟弟，可惜他总喜欢睡在鏖战的核心区域。看，闪电一回头就把他拖下水了。就算你名字取得陶然忘机，也逃不过江湖的碌碌纷争啊。